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称，中国海军舰艇用激光瞄准澳大利亚侦察机是恐吓行为，并称欧洲不会接受这种无端恐吓。澳大利亚国防部昨天称，欧洲防军一架 P-8A 波塞冬巡逻机17日在该国以北上空飞行时，遭到一艘向东驶过的阿拉夫拉海的中国解放军海军舰艇的激光照射。荷兰外交部表示，基于安全考量，已决定把驻武大使馆人员从首都基辅暂时迁往乌国西部的利维夫，跟进许多国家与北约的做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官员昨天表示，基于安全考量，北约正将派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人员前往乌克兰西部城市利维夫以及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台湾外长表示，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和少数民族权利方面的困难时期，这可能导致中国制造新的台湾危机。吴强调，由于即将发生的台湾危机，中国将试图在国内和外交政策上引起人们的注意，并补充说，面对这种情况，他们有能力抵御任何威胁。法国从马里撤出特遣部队的决定在马里受到了热烈欢迎，撤出的部队将驻扎在尼日尔。2月17日至18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非洲峰会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他们将在4至6个月内从马里的巴尔干和塔库巴撤军。德国国防部长克里斯蒂娜表示，他们将增加德国的国防开支。克里斯蒂娜参加了在第58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最后一天举行的欧洲外交和安全政策与权力的语言小组讨论。我们还需要确保，在我们认为我们是可靠合作伙伴的地方，有适当的资金可用。东突厥散国民议会主席图姆托尔克在亲北京的佩林切克投诉的案件中被判处20个月监禁。此前，图姆托尔克对佩林切克对东突厥散的侮辱性言论提起刑事诉讼。图姆托尔克被判入狱，理由是佩林切克的个人信息也公开发表在东突厥散文化与团结协会社交媒体账户上共享的谴责文件中。图姆托尔克在他的推特账户上发表声明说，我的律师将在周一提出上诉，尽管如此，我相信土耳其的正义，别担心，我在自由，与往常一样，我站在东突厥散斗争的最前沿。